冇之前嘅五雷，唔會有呢個賽季嘅成功。NBA 總決賽第5場，力博以總比分4-1擊敗馬刺，攞到總冠軍，報咗27年前嘅一戰之仇，圓咗53年嘅冠軍夢。力博呢都係 NBA 自從有季中賽以嚟第一支係一個賽季同時攞到2個冠軍嘅球隊。成個系列賽，除咗第3場馬刺客場贏波，基本上都喺度重複緊同樣嘅劇情。力博逆轉，第1場嘅14分，第2場嘅12分，第4場歷史最大分差29分，第5場嘅16分。馬刺無論開局有幾好，最後幾乎都會葬送好局，輸咗比賽。呢個係曾經被譽為球星黑洞嘅力博最好嘅時代。過去52年，佢哋2次入過總決賽。1994年，帕特萊利同伊榮終於等到冇佐敦嘅年份，結果遇到最好嘅火箭同奧拉祖雲。1999年換咗總經理，簽到力克賓遜、卻特譚馬士、丹尼斯史葛，換到史比威過嚟，結果遇到最好嘅馬刺同出道即巔峰嘅鄧肯。2次亞軍之後，力博進入咗一個黑洞，甚至俾人叫做球星黑洞。從01-02賽季到1920賽季嘅19個年頭裏邊，佢哋只係得4次入過季後賽。曾經以為馬貝利、大衛里爾、安東尼係答案，但所有人都唔知佢哋一路等緊嘅其實係一個總經理。1920賽季，佢哋總共經歷咗3任總經理，米爾斯、佩利之後先至係里昂路斯，而今日嘅奪冠陣容正係路斯咁多年嚟嘅傑作。同99年一樣，簽低力克賓遜。22年從獨行俠手上面搶到佢個仔謝倫賓遜過嚟，即係後嚟攞到 MVP 嗰位。23年從拓荒者交易得到夏特，從速龍交易得到安奴路比。24年用5個首輪從籃網簽到布列基斯，用蘭道迪雲申素從木狼攞到唐斯。26年再同鹈鶘換到艾華拉道過嚟。力博歷史上面3次奪冠，總經理嘅作用都好明顯，而呢一次係最明顯嘅。企喺總冠軍領獎台嘅馬克布朗，固然呢個賽季佢對球隊做咗好好嘅管理，但係今日力博嘅成就係離唔開上個賽季因為東決失利而黯然離場嘅迪寶道。核心陣容係佢打磨嘅，超強體能係佢練就嘅，冇之前嘅五雷，唔會有呢個賽季嘅成功。其實力博呢，第5場打到最後，佢哋靠嘅仲係一套核心嘅6人輪換。馬刺都係。呢個賽季開始之前，唔會有人覺得馬刺可以喺雲班嘅第3個賽季就可以衝冠，或者佢哋自己都估唔到卡數第2年夏巴一加盟計劃就要加速。馬刺總有咁樣一個賽季，雲班要爆發，向全世界發出爭冠信號。對比起未來，因為經驗不足而被逆轉嘅失利，佢就好似紐約過去嘅等待，只係馬刺佢或者只需要等多1年，轉會市場必定會被攪動。而且雲班佢仲喺新秀合同，佢哋嘅薪金結構太好。有人會質疑馬刺主教練米奇莊遜對霍斯一路咁信任係唔係太過頑固呢？但係我覺得呢個更加似係呢位菜鳥教練想要贏得更衣室未來信任嘅前期成本。5000萬嘅霍斯係隊中薪資最高嘅球員，薪金結構同比賽角色係強關聯嘅。米奇要做嘅係充分嘅驗證同埋堅定支持球員。賽季結束之後，霍斯身價唔會跌。肯定仲有唔少球隊想要佢。馬刺嘅打造空間可以好大，因為雲班係幾乎可以無縫陷入所有嘅打法裏邊。力博係過去8個賽季第8支奪冠嘅球隊，或者大家都有一個預感，明年會出現第9支。